炒股唔使驚，兵哥喺大廳。大陽線邊個都中意，但係如果未到收盤，上方出現大量嘅賣盤，咁就會出現明顯嘅拋壓，然後出現上影線。如果繼續殺跌，就會出現長上影嘅大陰線。呢個時候，如果下方再次出現大量嘅買盤，股價就會拉升，最終就會收成我哋今日嘅主題紅中 K 線嘅形態。呢條紅中 K 線講明當日殺跌有幾狠，拉升就有幾強，係多空均衡相差唔大嘅實力比拼。究竟比拼得有幾犀利呢？睇成交量，成交量越大，廝殺就越劇烈，越容易變盤。咁點樣變盤呢？睇位置，睇股價係喺高位定係中間位定係喺低位。但係股價嘅位置係相對嘅，譬如呢一隻股票，股價喺相對嘅低位出現紅中 K 線，成交量放量，然後第二日出現大陽線，亦即係得到咗有效嘅驗證，所以向上變盤，後面股價一路起飛。又譬如呢一隻股票，股價喺呢一個位置出現爆量嘅紅中 K 線，第二日走出大陽線，同樣向上變盤，股價一路上升。再睇呢一隻股票，股價喺相對嘅高位出現爆量嘅紅中 K 線，但係唔同嘅係第二日出現大陰線，所以向下變盤，後面股價一路下跌。最後一隻股票將紅中 K 線放咗喺呢一隻股票嘅位置，喺相對低位上面，成交量爆量，然後第二日出現大陰線，冇向上變盤，股價繼續下跌，延續咗下跌嘅趨勢。所以話一隻股票股價衝高回落，殺跌反抽，先至會出現紅中 K 線。但係由於多空力量均衡，勝負難分，所以紅中 K 線係一個中性嘅信號。正因為咁，所以出現紅中 K 線需要第二日進行有效嘅驗證。出現紅中 K 線會向上變盤定係向下變盤，主要係睇第二日嘅走勢。第二日出陽線則睇升，第二日出陰線則睇跌。好啦，今期視頻就分享到呢度，祝各位行運睇到我視頻嘅老友記股市長紅，大家都係越嚟越好。我哋下期見，醒你更多粵語股市乾貨。